真係非常震驚，人生第一次見到，仲聽到。其實個聲係最驚，因為真係都好大聲。Joyce 同丈夫大約3年前搬到阿聯酋杜拜居住，住所鄰近杜拜國際機場。上個星期六，即係開戰第一晚，收到政府嘅警示訊息，第二日就親眼見到導彈。望出去，因為突然間好大聲，嘭嘭嘭咗好多下，咁自然就望出窗咧，就見到嗰啲即係被擊落咗嗰啲導彈咧，喺個天度慢慢咁樣跌落嚟。Joyce 早前已經購買前往泰國嘅機票，計劃喺當地旅遊之後再去香港。航班原定星期二凌晨喺杜拜出發，但係查閱航空公司網站同埋睇新聞得知，航班已經取消，未知會延遲到幾時。航空公司唔會專登覆㗎啦，而家都係你自己聯絡佢哋咯，因為我諗佢都忙到，都唔會可能逐個客打電話，同埋佢呢度嘅新聞會一路會講話，今日有咩航班，有飛機場有冇開。至於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嘅機場，喺開戰第2日遇襲，更加造成1人喪生。住喺鄰國卡塔爾首都多哈嘅賴小姐同丈夫，上個星期5嚟到呢度旅遊，原定第2日就回程，點知當日開戰，機場停運。佢哋滯留期間獲航空公司安排食宿，係要親身去機場同航空公司留低資料，跟住喺現場等，跟住等完之後，佢哋會有交通安排我哋去佢指定嘅酒店。佢話航空公司星期1起恢復有限度航班，但暫時冇返多哈嘅航班，未知道會滯留到幾時。琴日我哋去到機場就開始有啲航班飛，即係可以出發啦。跟住就好多人會即係排隊喺嗰個客服中心嗰度，跟住地勤就會喺度大叫啊！有邊個去倫敦啊？有邊個去阿姆斯特丹、巴黎？跟住有啲印度咁樣，咁嗰啲人就會衝過去同個地勤交流。咁佢哋就應該係本身就去，即係本身就係返呢啲目的地，跟住佢哋滯留，所以先可以得到呢個重新訂發嘅航班。因為而家多下都又好似受緊攻擊咁樣。二嚟就可能睇下有啲咩航空公司有冇安排咗啲咩俾航班可以俾我哋選擇，或者可能去返咗亞洲先，咁再返香港咁。入境處回覆查詢話，截至星期3下晝5點，共接獲大約680名身在中東嘅港人查詢，當中100人已經安全離開當地。又話會繼續同上述港人保持聯絡，就佢哋嘅行程同航班資訊提供適切意見同可行嘅協助。廣播新聞網記者黃永賢報導。